乡亲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的福喜类的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个吼，乡亲朋友系讲有看呢个节目，尤其系呢个医疗单元吼，大家都当地吼，你分享动到个知识，围绕墙头线上呢度节目地图，慢慢啊讲。不过今日绕墙线上，但想让大家咧分享按用个医疗个知识，用无穷个方式，用画图啊、绘本个方式，让大家咧分享。佢机系马莎咧，大家咧分享呢今日来宾其实呢个李少奇线上分享。各位乡亲、主持人，大家好。乡亲，家下老乡亲朋友咧少介世界讲，因为在呢个福喜类呢个单元，尤其係像係醫療單元吼，當家家為繞牆道像線上呢度節目地圖，讓大家咧分享，哇，什麼都講，乜解都講吼，上到解，然後呢身體有關係，大家都懂好看。可是因為大家維持到，因為很有共鳴，維持到講對，因為平常我們關心一啲慣性感問題，走在起家繞醫生，感覺上好像有一個直接面對面的分享哈。不過見不呢，繞牆線上都有兩篇呢，係因為繞牆線上咧講起最近出了一本改。我們說一般我們說親子繪本，對不對？對哈，那親子繪本讓乜改？你講一般改醫療地區乜改有關係，讓你改切頭，就是破題，就是跟我們的膝蓋最有關係，對不對？講到呢下咧，節目一塊是，那大家都分享，而家讓切頭有關係嘅鑼鼓演繹哈。這某本線上先看過哦，線上你有看過兩集鑼鼓演繹嗎？好像先考試的感覺，對不對？我先看到。我先來講一下好咧，佢講切頭唔上肉，搭尾唔上肉。切頭唔上肉，搭尾唔上肉，兩碼意思呢，就是說，係講你嘅切頭上面是沒有肉的，對不對？好，頭擺感你係咁講啦。叫你搭上也是喊點唔會上肉，就是你的膝蓋沒有肉，就是不會長肉。所以其實講嘅係乜解？你說一般人係講。不論你係乜解從孔解好辛苦解從孔自下哈，所以你還是要自立自強，對，所以就是總得依賴他人的救助，所以了解給不一個鑼鼓演繹，跟我們的這個膝關節沒有直接的關係，可是跟膝蓋有點關係，所以這樣子。僅現在我發現，對女生來講就是女生很動好講嘛，如果你看膝蓋切頭，如果沒有什麼肉，或者是隨着年紀的增長，比較。成熟以後，那個膝蓋也很明顯呢。切頭講正經冇肉啦，講正經冇肉。條件冇肉。好險有呂醫師，侯德佑信上幫我這個做注。他說：對，膝頭正經冇肉，因為切頭唔上肉，你搭上也還得唔上肉啊。所以膝蓋都不會長肉，意思就是要自立自強。好，了解今日老大家來分享解鑼鼓演繹，線上媒體100堂度好。70擺。俺未係，所以講你講頭擺解，他教人。上期又都自己講的一些鑼鼓言語，即便讀兩下來看，還是有一點道理吼。對，好，港國台教會講哇，好是到鑼鼓言語，大家來進入今天的正題。來，醫師，這是最近這個是新出的一個繪本，對，然後這個繪本的圖我真的很喜歡，因為好有意思，都有意思，就是你會在裡面會有很多的這種想象力。我想這也是當時出繪本的目的，對不對？不過這知識還是有點深，有點深。醫生說，線上講可以說是親子繪本，有時候大人跟小孩一起讀，所以就得分享。所以醫師要不要幫我們分享一下出這個書的起心動念？大家窗頭門外了機會啦，因為想去出了一本書，錯，其實我第一次拿到的時節，中頭看到妹，咪差唔多係8點鐘。不過你有時講到呢一本書係對象，對象係你應該睇家啲嘅一種問題，是講切頭退化。切頭退化。咁英文係講骨性關節炎。骨性關節炎。但是因為嘅原因唔低哈，是本因誤會係退化，所以俗稱退化性膝關節炎。我想了解名詞應該大家都聽過。我做個醫生30多年，所以呢一片係我窗頭有看到嘅片，所以差唔多25年前啦，我是發現一種問題。其實兩種問題，我是想應該係
走心了舌头退化的眼睛啊，所以以前是唔低量眼睛，所以大家话到佢系自然的退化。错。老按你的年纪强了，越来越老。错。啊，舌头是越来越发啊。唔低嘅眼睛是其实唔系平啊，系平时应该低嘅眼睛啊。是这样子的一张概念。所以你要变得一个现象，膝关节慢慢退化。啊，慢慢退化是一个现象，是唔系平啊，错，所以你要冇办法治疗，第二种的感觉是讲啊，因劳累嘛，我们身体有动到个器官嘛，跟车子零件一样嘛，反正你劳累，零件就老化了，所以唔得用的时间是换关节，是就换啊，所以而且抬架是会上高，它不是病。它唔系平，因为它系自然老化，所以它不能医。我们白话文是这样的，什么？但是早期按摩按phải，唔是换关节时间，偏因为痛啊，开始又动到风湿出来，啊，是止痛药啊，对啊，咱讲软骨坏退，还是补软骨，先马改补马改，因为观念，是还有马改膝盖这类胺呐，玻尿酸，玻尿酸呐，那都是治疗方法是出来的。嘿，啊，那其实你第一个眼睛啊是走在早期预防，是早期治疗。那如果我这样问，你本性上讲，老师上课有没有认真在听？那因为不知道原因，那现在知道原因。我就是25年前，以及5年前刚好，那走动的关节镜是发现一叫构造啊，大家构造的内侧皱壁，内侧皱壁有书里面有写，所以你是不是当年来开始组织一个研究团队，针对了这问题走深入研究，像你是不是原来发表十几篇，大概有13篇，对，杂志已经登出来，我们还有几篇还在写中间啊，所以他讲的理论动简单，对，是按照内侧摩擦现象，对，就在你看，而且信上的书很可爱哦，有把这内侧摩擦现象开始来比喻给冲了啦，啊，切头地板冲了，啊。要是你写手上多哎，对现象按照像因发源地保一个害虫，很像发蚺地毒改害虫，所以这个害虫就像是会破坏发蚺的东西，就像这个东西，医师有一个内侧皱壁嘛，它就像是就造成我们的一个伤害。你要讲讲那样来写了本书，是差不多5年前，是那研究团队已经那个。完成这个整个研究了，而且也发表了。那接下来是传导，还因为观念，让本台各地啊，是教育就是很重要了。所以5年前开始可以去写书啊，所以这本是一本书。不过那本书因为写到挺详细哈。比较像是专业的医学丛书，是这种感觉，包罗万象。咱该强研还没写一本论文呢，按照 Dr. Lee 那内容差不多所以是两本书，因为按照 Dr. Lee 的希望花园，那 Dr. Lee 是从这本书来的，对，Dr. Lee，所以是该本改论文书的一个延伸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把它更简化，然后变得更容易阅读。那因为你听去，看3年前是有写一本钱呢，按照自己膝盖自己救。所以两本书有好钱，有好钱。他两本有最钱，怎么样讲吗？两本书是综合了3本，那个精神还有内容是综合起来的。不过线上可能会讲，线上一家佢读两本书改世界，佢讲佢咪看半点钟，线上你可能唔定，就读两本书的世界，其实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小组讨论才有办法，所以一直在想说，他抖台黑马改东西，可是我觉得可以引发讨论就是好事。对，因为你至少有好奇心嘛，有好奇心过后，大家是会去讨论，所以讨论过后是会了解讲，原来其实我们过去都误会了很多事。
这个讲到个希望花园，因为讲了按照希望花园哈，因为我做研究骨科医生啊，我感觉是系一只骨科医生，其实个个条件啊，就木匠的手艺，啊，还有加上园丁的耐心呐，啊，这样合起来，让我变得好的骨科医生啊。但他本性，国中时代应该是喜欢工艺，是喜欢做木工。是。应该对，因为家庭的关系，家里有一个菜园，所以应该对一个园艺美当有兴趣。哦。所以最近咪在现就买只山坡地，在种树啊，除草啊。所以这个大自然的环境是感觉到，你的舌头啊，其实是像比较发展的，啊，地被退化，大家讲退化的软骨，其实佢唔係退化，佢係被種東西破壞。而且破坏几个东西，可能让你自己平常时个行为有关系嘛，对。所以向前面有讲到恋爱世界，其实线上咯，大家咧表态是讲，大家会知啊，你七条对你都会讲非常个重要，因为你行路都被用到机嘛，吼。然后到底你对伊个了解系咩？平常了解系强容，然后又嘛个误会吼。你聊下，你等下常常来讲。到翻去做啲绕墙头线上，喺度节目地图，然后大家去讨论。其实，你讲七条界问题，其实非常个多，也非常个严重。因为大摆直接会看到，当到你讲老人家，你啊年纪可能又慢慢下降嘅感觉，又当到个老人家会讲，哎呀，我七条痛，好像就无奈可，就是没奈何嘅感觉，就是你没有任何方法，你就是只能好像贴药膏啦。有些5歲以上哈，差不多5屆，因越改越有問題。所以了下界統計係65歲以上5屆以上有一屆，所以這個比例非常的高。不過感覺大家唔記講，上新聞老人家會講，為什麼七條萬用年？記到5啲人因為講啊，可能後生時節係退化咧，係後生時節時先做長度，係冇是講老咧啊，冇法度啊，佢係退化嘅問題。不過今年線上呢度節目地圖，然後大家來講嘅是係，其實今日大家想嘅很簡單，只是退化嘅問題，只是你老嘅問題，好，對不對？其實是。有粘性改好，那数地图又写到都清楚。不过线上上段节目有讲到，因为开始就是对发染有兴趣，做梦想也有兴趣，然后有一个山坡地，然后也开始就真的扮演起你讲小妮花园园丁的角色这样子。对，那这也两码还因为两本书你的想象跟你这样落实下来的一个连结。聽下講到咧，講緊眼鏡哈，其實第一按眼鏡是變動簡單的事情啦，其實是一種內側摩擦現象。對。開始講到個地背係乜嘅東西摩擦，你按到內側作弊啊，因為隻構造係你嘅關節地背係個滑膜囊，滑膜囊是負責分泌關節液的那個構造，是啊。在我們胚胎期第3個月，膝蓋發育的過程，它沒有退開，產生一個皺壁，像衣服的皺褶，是啊，每個人都一定都是這樣，幾乎每個人都有，只是它的大小不一啦，有些人比較大片，有的人還細所以你要構造這個膝關節內側你彎的時間。七條彎的時間，平均一天的彎100萬次，100萬次啊。彎的時間其實圍繞個軟骨互相摩擦，那摩擦的現象是按照內側摩擦現象，所以我嘅研究是針對呢摩擦現象，基本產生的後果，作為研究，因為呢摩擦現象常常發生嘛。常常發生，所以它超過一個角度的時候，對，嘅力量摩擦力是會破壞軟骨，
对，所以就是这个60度的。对，大家有我觉得好想帮，我觉得医师已经讲得好清楚了。简单的讲，谁地不都遇到东西，系讲你容易，其实会产生摩擦，摩擦是会可能有伤害造成。但是到你脚骨跟度数有关系，所以两分数其实真的冻等一下哈。叫做避免咯，嘛该避免的去系60度改避免，有冇？你一般讲发烧是38度，这个是一个60度的秘密，对不对？60度改秘密。所以医师，你知道吗？讲到60度改秘密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题目取得很好，因为我们给改朋友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就一直在讨论到底脚的度数怎样才是60度？怎样算呢？对，怎样算？容易算几张是60度。那冻简单，冻简单哦。像安用它臭能哦，安用是90度。对，有。我们我来对真的有练习哦。如果像来讲来凑办公桌，我这样子做，然后我的角度，我做的正正的，很像那个军人有没有走并有吗？不是凑到安用音吗？所以我的脚像安用是系90度，90度是超过60度，所以就不行啦。就是凑球你也脚稳一样。所以。所以台大堂，我觉得这很严重造成我的恐慌，有没有？因为你凑安腰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做得很正，这样子是不行的。像医师像这样也是90度，也是不行的。那做久了怎么办？不是说不行了，因为做一定是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做。就是说20-30分钟动一动。不要保持安样的姿势调球，不要这样的姿势板梁这种时候可能会痛啊，动一动。你是讲死恰的音啊，也是凑恰，凑肺气啊，你保持安样的姿势超过1-2个小时，就听不来会不舒服。好，大家这个很容易理解，对不对？安用系90度，大家走在理解，对不对？因为90度嘛，就是一个90度嘛，对不对？医师，那我们可以来示范一下。不是90度的嘛？比如说我脚气能是0度了，站着是0度，因为你直的，寸切是0度，所以60度是这个寸切到安用饭90度诶，差不多。所以是不是我的脚这样2/3的位数啦？2/3的位置，寸切还一样嘛？啊，对，脚伸直嘛，然后稍微这样，所以很美工，如果懂不他款天气，看影集看太久的时候，脚也。在家里一定是躺得很不好啦，但是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脚骨有时候要稍微好像变成这样，有一点点伸直的感觉。伸直，对。最好最舒服是夹脚啦。你也讲到脚翘到该走档嘿。那么也是好好啦啊，是走该姿势，看不一样一下。很难啊！线上狗最好的姿势就是把脚放在桌子上面。可是线上狗，人家节目一播出就不给人很多借口。以前啊，跳摆好严厉的时间，爸爸妈妈会讲。怎么那么对臭摸臭熊脚骨不用都做当，现在还讲到脚骨不用做当，说吕医师讲的，因为这样子才不会什么内侧皱臂被夹到，我这是要防止摩擦抽心改口内围，对不对？可以这样吗？这借口很好。谁应该是有借口了？小朋友这借口，不过等一下哈，豆丹用应该姿势来讲，嘛，甲同做读到，大对你甲舌头有好处啊，有坏处。你等下好好来讲，而且都有意思。甲以前事情系嘛，甲读数地读到大家都分享的系嘛，甲就是说，实际上就是头白就有发现有关节炎呢。以前很古时候，头白第一个研究发现是1亿年前的恐龙，跟化石了哈，有关节炎的现象。就发现有那个恐龙，它也有这个软骨退化产生关节炎的现象。我觉得除了讲动专业地区让大家的分享，实际上因为连还没动流行，像是什么冷知识啊什么的，像可能我们对于那个60度是都有兴趣有吗？好，对于嘛个特别恐龙时又反。关节炎的现象也很有兴趣，可是这边不只是这样哦，还有4500年前走有给用石改冰人奥兹也有关系，就是人类的祖先，祖先是表示讲两问题嘿，诱因是有存在的一种问题啦，对，唔系现代人有的问题。还有哦，基本上大家的分享起跳感问题，还有在动虫扰的，起码改咧，谁你走你改台性博物馆地毒改木乃伊，大家没有发现，而且线上数地毒没有
以 X 光嘅图片，咁係我10個年前去英國開會嚇，有機會去參觀大英博物館。看到木乃伊旁邊有兩種 X 光片，我就去找嘅，因為我專門看舌頭啦，所以我是注意到，這舌頭沒有退化嘅現象啊。你係愛發現？對我最後我有問兩個問題，因為大家去博物館嘅時間，大家如看木乃伊也係講看 X 光片，不過線上係看幾個舌頭，所以大英博物館的木乃伊的舌頭有關節炎的現象，可以說是我發現第一個發現的，是不是？應該是，因為目前來看，可能嘛冇用到木乃伊有關節炎嘅 X 光片，比如說數地圖，可能也是呂醫師第一個放到書裡面的。目前看起來好像是這個樣子，對，所以了大家來講嘛，大家會想講，等下會講嘛，了大家來講的是嘿，其實就像信上講的，其實的確，這個不是說因為現代人長有頭白的時間有人類嘅慢慢來出現嘅時間，其實等於是港溝是表示講你係當普遍，很普遍的情形，錯嗎？哈，不過。我覺得今日大家來講，也就是其實今天一個很大的重點，除了信上安永改狗昌帝都，其實信上比較很重要的是，我們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，懂嗎？KHP 其實呢是將英文字係膝關節健康促進方案啊，嘅英文嘅簡寫啦。錯，呢係10個年來慢慢啦發展出來，因為講舌頭退化，幾千年來大家都慢慢都去退化，是從太陽東邊升起來，西邊掉下來一樣，就是不可逆。大家都認為是這樣，所以大家就覺得很自然，大家不會去質疑這樣的講法。是，那我就是因為發現大概25年前發現那個內側皺壁的摩擦現象產生的結果，所以開始走的針對了解問題哈，發展出來怎麼去預防、治療的方法。對啊，所以在不同的時期哈，是，因為這個是一個連續的過程。對啊，我們骨科醫師看到的時候，通常在殘障期是最末一個變形的時間，已經第4、第5期。是，這第4、第5期是走得反人工關節的。對啊，你講下走到啲，從20歲、30歲、40歲，剛開始啲，是將頭你走得發現早期第1期、第2期、第3期嘅時間。對，喺這啲時間你走得用下簡單的方式啊，用關節鏡微創手術是走得起膝關節地板，然後呢內側摩擦現象處理掉。對，那所以從第1期、第2期其實就是智慧呼吸保健，對不對？它基本全是50公，完全不是手術啦。手術機械機也不是嘛，個息肉啊，其實係講你平常時個腎白地度都注意，都注意你嘅動作，啊，用是做啲微氣清涼去保護機械嘅概念。錯嗬，所以啲是係呢個先生今日來到節目地度，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動創嘅概念。不過你講到提示到第2期，你做得可以保護機，到底係用於來保護咧？你聊下，等下是怎來講？大家來講舌頭哈，線上你講食材費，我們從節目一開始到了下，我們是讓大家都傳遞嘅觀念是係，其實舌頭嘅問題是可以預防保健的。對，我一起到兩堂節目是動從容嘅時間，讓大家來講，我這邊有動到嘅問題有冇線上，不過我覺得先讓大家來講。
这样讲好了。其实公狗改时间感去偷偷问先生，我说先生，那你的膝盖还好吗？先生说，那这个没有点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像你看病可能他是医师，开始痛，对，膝盖还先生，根本没有按用改问题，所以我们也不要对自己太严苛。我觉得日常保健很重要，所以医师像你如果看诊或是跟病人，你这样一整天坐下来，你的膝盖也是一直维持这样子的90度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是因为发现问题是做在预防，好，所以呢预防的名称，然后也按照智慧呼吸保健。为什么叫智慧？呼吸保健。为什么按照智慧？是第一原因。所以你要了解，要有知识的东西，就是这本书在教的。对，所以是希望大家能够详细把这个看懂。什么叫内侧摩擦现象？是。所以第一句和 NE 智慧呼吸保健动简单是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日常生活的保健是。第2个部分是呼吸3运动是。这2个不一样。错，那我们要先从智慧还是呼吸？从前面那个日常生活好的保健。好，日常生活保健其实也是很简单，记得3个原则。是。第一个少弯。少弯。第2个弯得慢。弯得慢。第3个是弯的时间不要太久。弯的时间莫太久。莫太久。好。少弯的意思是讲，伊唔是弯的时间唔可以弯，像溜腿唔好紧趴啦。你大事了，你注意力是好好的，唔记得了就会走上去，钥匙忘记带，我趴160腿。因为减少弯曲的那个情形是唔是走的时间唔可以走对，像动运动啊，会开摆啊，会摆心啊，其实我是讲，你的前程的信徒时候，每天会该动作啦，你系有点问题的因啊，对，莫勉强你做该动作。可是系个冇俩问题的，比如讲你啊，长一些浪水，还蛮有问题，是不是就要开始先维持？开始讲到第2个原则了。如果你一直停来弯，你一直停来开，一直停来摆，你是很慢，动作慢。所以弯得慢。第1个是少弯嘛，对。第2个就是弯得慢慢动作慢慢是唔会产生该摩擦现象。该摩擦现象速度慢是冇问题。错那你唔会夹到去。那床头拄到的是该不用因来上厕所。对。很急对。哭下去出来哇，就上厕所，因为很急呀，要赶快蹲下。来是该。伊系夹夹顿时像因牙齿咬到，因为什么了？什么牙齿咬到？所以还是要慢慢，动作很慢。那是第2个原则。错。第3个原则是莫错长球。莫慢长球啦。其实头先有讲过，你上班族啊，对，要注意莫讲长专心。对。错长球。半点钟做对吗？半点钟。退来行行的。冇时会。一头会痛听痛一下。因为我们讲，刚刚坐飞机、坐车、坐飞机坐在地板位所，冇为何寸该用夹塞。起红就来行行啊！站起来走一走。该动起的时间应该用夹塞，起唔来，开始来抱膝了。抱起来。是，所以这个已经到医师说的那个3步骤了吗？那个，那我们从第1个。开始第1个另外那个呼吸3动作，对，就现在这个对不对？有分2个，一个是锻炼大腿的力量，大腿肌肉就是抬腿嘛，对，伸直，而且那个脚跟要稍微往后倒钩，这个这样有一点点拉筋的感觉，内侧的肌肉才会绷紧啊。OK，这个动作就是要锻炼我们大腿，是。大腿肌肉，因为锻炼，因为我头前有讲，你系一天会弯，时间慢慢弯。你系大腿肌肉唔拉，意思没有办法慢慢弯，因为肌耐力不足。你讲你下溜腿，你慢慢下，慢慢弯。那时间你的大腿力量又来了。哎呦，我觉得吕医师的这个肌耐力很强哦，你看他到现在都伸那么久，很稳。原则上，我告平英讲，你系。
寸切出力差不多算到10，好，是10秒钟嘛。好，你下就熟的，1、2，按算到10，算到10，让变下来。哦，要重复做10次。10次失败，让弯另外一只脚。最后3寸走3寸走。该线上可以讲穷，您如果说你走也好。我们说比较勤劳的人，像上班族一样嘛，其实你每半小时也可以稍微做一下，也可以做一下2狗嘛，或者偷偷在桌子下抬也可以。如果老板没有发现的时候，对，没有，像老板发现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哦，请看一下Dr. Ni 的希望花园60度的秘密，就知道原因了。对，那这个是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动作，对，还有第二个，后面2个动作，它目标不一样，它这个目的不同样，它还保持你的关节灵活度，灵活度当重要。错啊，创头这条痛的因，你的关节会当僵硬了。错，僵硬的意思是表示你底部的压力台，静态压力台。它个地褥疮嘛，错地皮肤你创头那轻人会烂的。错。你的软骨会强弱，地部压力强大，那软骨是会坏的啊。所以在第2、第3个动作时，增加关节的灵活度，减少里面的压力啊。所以你大概起南这个起头啊，看做得变到了，脚跟做得变到电动哦，这不是柔软度吗？变到电动，你的柔软度是灵活度让大了。可是医师像这样不就是你讲的60度了吗？已经超过60度了。但是慢慢的，你看这就是有秘诀，就前后都有呼应，有秘诀，不可以注意哦，不可以超过60度。如果超过60度，心上讲的慢慢的。所以这样用英文讲，该做得盘腿吗？啊，对，我就是要问盘腿，做得该么哈？其实做得。这个过程也慢慢的，慢慢盘啊。医师，可是如果我慢慢盘，假设是我的脚，我慢慢盘，然后盘好，它也不能太久吧？还是半小时要起来？你能忍受的程度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组织就告会通知你，我受不了了，叫妈，叫滚妈呢？所以那个没有关系。好，那第3条动作是。退化南脚係對頭前的靈活度，讓個軟組織拉鬆。錯。但相反是輕腳啦，啊。按腳。最方便是，比方說體內還用輕。這要心上這要輕輕的吧？感覺有點危險。目的就是要把後背緊來放下鬆的。腳骨挪腳後背該緊好用掉係嗎？用掉，比方說做檔咪都得。不用做档，做档不宜自然下垂。自然。因为看电视，因为是表妹。自然下垂。要压可以压吗？不行，压很危险。就你不怕有声音的表妹没做的。啊。线上，你下次是认真的吗？你没有开玩笑吧？你说放一个 baby 是走的吗？莫一等下说一下哇，这个太重的人臭啊，一个会团体哦，总的。对那个。创头我春切的便宜，我会讲伊卖个米啊，2、3公斤的米哈，不用都当一包不是硬邦邦的嘛，你把它扎破，那个气放掉就变软了。是。变软，你把它放在上面。是。2、3公斤的不够，再加1包这样。啊。最后就是目标要把它压直了。目标要压直。压直。哦。好，用尽朋友地毛大白封文信上来封文，就是医生也好，老师也好，高数也好，每次讲解完毕之后，通常 Guido 都会说我要考试，所以我帮大家做个总整理，其实就是6个啦。第一个，走得慢是请留慢啦，黑公慢是慢慢弯呐，哈，慢慢的弯，对，然后对，做唔得强求，哈，注意60度动从容，所以大部下走得走的时间系嘛，家欣赏又讲哦。脚骨伸直，要扭扭哦，对不对？这第一，第二，练大腿肌力，对，练大腿肌力，听医生，7条改灵活度，所以可以
去抱起来，对不对？提上就是你做在病毒做，当然病毒体内训练还后背嘅力量，好，做在病在欧亚啊，做在病爆米、凉爆米啊，做在。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收获太多了，谢谢吕医师来节目，可不可以又继续做在家绕墙先生来分享吗？哎，医师没有说好哎，可以啦，有时间嘛，有时间是做的哈，哇，所以希望大家讲係講有興趣就係講有機會做得去看兩本書哈，其實大家就是媽媽小孩一起看，一起閱讀哈，我們會走得收到很多的知識，所以今日講下線上呢度節目地讀，私募線上，好，哇，聽您下都係乜嘅做認同了。